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阁将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我定咧讲我一个阿兄，因为伊大我的岁，阁大我的辈，所以我叫伊阿兄。大我的岁，因为伊加我1起年，原来姓梁的。啊，大我的辈就是演艺界的前辈，伫北部咧主持广播节目，原来真出名，人叫伊阿国啊。一定吼，拢摕台语咧甲我问啦，讲咱共国的，偏偏一字国啦，来这字安怎读啦？有当条我正经袂晓，伊就会讲吼，安尼考倒师傅啊啦。讲到即句考倒师傅，咱来研究一下。师傅就是表示讲，即件代志你有本领，你有专精研究，毋才有做师傅。结果连师傅都考倒，这就表明有影困难啦。大家要认真激头壳来甲解决啦。若无即题吼，无在条透啦。当然，人咧甲咱讲考倒师傅，咱家己也知影歹势呢。我紧甲阿公兄应，讲无影我毋是师傅，你毋好一命学到即个18命的，我是低头皮怎无油。当然，即句俗语6字啦。不过吼，要紧是这个钻。本来咱咧讲钻是讲，这个人就爱碰风。碰风若无实力碰风水鸡抬无肉的时阵，人就讲伊低头皮怎无油。因为规只鸡安尼掠来抬，结果就是敢若独低头皮，咧钻上无油。所以吼，无实力的人，较钻嘛无效，安尼叫做钻无油，加漏气的。这个钻本来咱台语咧形容是讲白菜的话，讲碰风外口的话。结果，竟用实景、用低头皮来相比拼，讲怎无油，就是真正互看破骹手。结果阿公兄听我安尼讲啦，伊讲国正啊，你若低头皮怎无油，安尼我毋着效骹桥。哦，国正目睭赶紧提起耳孔，赶紧压来讲，即句人我着毋捌听，我紧甲你学。我先去并大日大书典，原来伊内底记载，孝毋是龟，毋是鳖，伫咧海底伫咧扫的孝。孝骹边的牛咧扫，当然嘛是安尼，看看扫，慢慢啊扫。所以大日大书典有解说，人若咧形容或者钝，就是孝骹牛。啊，毋则国正听到即句台语，又我袂晓，佮甲阿公兄学，我真甲讲，咱莫分师傅师啊，莫分大细汉，咱互相无掠包的。掠包就是讲你做毋对，我甲你点拄。当然，互相研究，互相闹开求进步，这是好。毋过咱既然是家己，我叫你阿兄，若安尼，咱就爱互相鼓励，咱无掠包的。所以朋友也好，也是讲师傅师啊，总是人甲人咧相处，斗阵若要久长，尽量就是爱讲究，爱注重即句咱无掠包的啦，尽量甲我鼓励啦，感谢你。